讲到阿里山新铁路新打造的火车复兴号，今仔日进行最后一届试运转的时阵，却发生败北意外。初步判断是这车厢的连接器歹去，汽车停驶先暂停，加在相关人员拢平安。福盛号今天在阿里山支线是最后一趟的试车，那大约在10点40分，通过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的平交道，要进入2万坪车站时，那车轮呢，压到主轨跟副轨之间一颗石头，导致第2节车厢出轨。今早起10点40分左右，最后一届试车的时阵发生败北意外，初步判断是去对着在铁基路之间的石头。也来讲到这台新打造的火车复兴号开6500班，对于3月开始试车，昨行政院长陈建仁才去体验尔，想袂到今日发生这败北意外，加在相关人员拢平安。